做咗媽媽後身體差咗，朋友叫我去希華做影像檢查，一次過檢查清楚。醫生叫我先做超聲波檢查子宮同乳腺，再做磁力共振檢查上腹部同盆腔，最後做埋個骨密度檢查，檢查骨質嘅流失情況。原來超聲波唔係得懷孕先做，媽媽每年都應該檢查子宮同乳腺，好多問題初期唔覺，等到睇得出已經遲咗。定期檢查係保護自己最簡單嘅方法。啱啱做完超聲波，醫生話一切正常，成個人即刻安心晒。而家去照磁力共振，第一次做磁力共振都有少少緊張，感覺都幾新鮮。醫護人員好細心，會問我有冇唔舒服，仲俾個壓力波我拎住放鬆，成個人安心晒。做完磁力共振，而家照骨密度，可以睇到骨質情況同脂肪分布，仲可以早啲發現骨質流失，對女士特別重要。瞓上去10至20分鐘就搞掂。依家就去照眼底啦。成日對住電話，眼睛都會變得乾澀，所以我哋都要定時做下眼睛嘅檢查，睇有冇隱藏嘅眼疾問題。話咁快就檢查完對眼啦，醫生就話我對眼好健康，乜事都冇。而家係差唔多時候都可以去拎婦科檢查報告啦。行啦。緊張咯。報告好正常，乜事都冇，安心晒。今日嚟到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真係有好多收穫，令我覺得原來做咗媽媽之後，其實保養都唔使咁複雜，只要每年定期做檢查就已經係最好嘅保養。你都快啲嚟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啦！